因应今年上大范围的空污，全台湾拢总有9个县市设立防治指挥中心，环境部也有成立中央指挥中心。伫咧昨下晡4点，全台湾上侪有34个观测站出现红色的空污警示，今仔过到了后就较改善。环境部表示，要等到后礼拜日东北季风报道，空气品质才会恢复正常。对台北市的山脊岩往北边看落去，那些个天是真明显大雾。若是对北边的碧山岩看落去，会当看到规个台北盆地拢是蒙蒙雾雾。台北101嘛，伫个蒙雾内面，空品歹。台北市第2日启动紧急应变，全台湾拢总9个县市成立防治指挥中心。环境部的部分嘛，伫个过3年多以来，搁一摆成立中央指挥中心来运营。由于最近这几天垂直扩散的能力变差，所以我们所排放的污染物大多集中在我们基地表，所以导致这一次的现象。日晡下晡，空气的品质是渐渐变好。前一天的下晡4点，中国出现高达34个测站，来到对所有的族群拢无健康的红色警示。各县市是加强执行查核工厂、洗车路、燃炸柴油、大货客车等管制。不过，这摆全台湾是规片红记记，红害的测站增加，除了境外加上本地污染，敢和最近提高空品的标准有关系。做了一个标准的加严，所以在应变上面，我们的规格也就加严，所以保护民众健康的工作，等于是我们来持续推动。今日开始，空品的指标加严，指标污染物 PM2.5的红色警示条件，对每立方公尺54.5微克降到50.5微克，持续促使各地精进空污的防治。另外，甘主署预报，拜六礼拜的空品会渐渐改善到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柑仔色提醒。但是空气的品质，若是要全面转做普通的等级，都要等到后礼拜日东北季风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